若屏东县是咧发展可可仔产业，甚至有人甲低调改来做可可仔农场，对种树仔采收到做巧克力豆，互民众会当了解生产的流程。一粒一粒的可可豆仔，伫采收了后，搁爱发芽、烘豆仔、拣豆仔，才通磨做粉，做出好食的巧克力豆。原本的低调，即马当传出厚厚的可可豆仔味。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储存豆的地方。行入放可可豆仔的空间，会当闻到透蓝果汁的香味。巧克力豆品评师表示，为了应付业者的需求，因会控制气温、湿度，让可可豆仔有酸、有甜，也有回芳。它可能会带一点，比如说是柳橙的果酸香，还是莓果的果酸香。那最基本的坚果一定会有。那我们譬如说，我们农场比较有名就是桂花风味的豆子。这间开伫屏东中立乡的可可农场，除了培育区以外，阁有加工区、研究室等等。头家曲文玲讲，为着呼吁大家重视环保，伊决心放弃饲猪，改种可可豆仔，而且阁把生产的过程展现出来，让人客知影这款点心是安怎做出来的。因为我们现在小朋友说啊，他们只知道吃巧克力，但是不知道巧克力是怎么来的。那我们这个农场，它可以看到从树、果实。它的生长的环境，它可以去看得到、摸得到、采得到。对饲猪改做种可可豆仔，头家坚持要做，就爱做无农药、无化学肥料的，也推动食农教育，让民众伫食到无共香味的巧克力豆的时阵，也通知影这每一粒可可豆仔拢是点伫火罐的粒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